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Vicky，而家嚟到新寶城嘅一座嘅 D 單位，實用面積係434呎嘅兩房，我哋一齊睇下先。呢個單位保留原有嘅裝修，極致新淨，緊湊嘅設計，橫廳設計嘅客飯廳，喺新寶城屬於大兩房嘅開則。客廳望出嘅景觀以樓景為主，全屋嘅採光度高。小睡房呈四方形嘅開則，雙邊嘅窗戶增加房間嘅空氣對流。呢個單位嘅賣點係主人房嘅位置，坐喺窗台可以望到將軍澳運動場嘅全景，遠處仲可以望到海景添。浴室設有窗戶、浴缸嘅設計。介紹完啦，想了解單位嘅詳細資訊，可以 WhatsApp 或者打電話俾我啦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